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路加福音第23天，来看路加福音13章的后半段。我们从四福音书知道耶稣他的服事的最后的这半年有几件事情，特别我们昨天提到医治驼背妇人，那后面还有这是约翰福音使拉撒路复活10个大麻风门徒争论谁为大，还有医治2个瞎子这马太福音，还有撒该信主路加福音，还有玛利亚来高主，那到最后的进入耶路撒冷城最后这个礼拜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昨天我们看的13章的前半段讲到上帝的审判并不是像世人眼中所看的遇到灾难被楼压死在献祭的时候被这个比拉多杀死，这都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死。但是耶稣在这边提醒的就是若不悔改所要遭遇的灾难是一样的，甚至是照样的灭亡我们继续来看18节。耶稣讲上帝国亲像生命，我就用生命来比拼。上帝国亲像一粒挂菜籽，有人摕去压伫家己的园里，挂菜渐渐大长，长做树，空中的鸟嘛伫树基做收。那这里跟马太福音的13章还有马可福音的第4章都讲到同样的比喻大概长度也差不多。而天国像什么？像是一粒芥菜种，一粒芥菜种很小，非常的细小，但是呢它如果在土里面生长起来呢，长大就可以成树最高呢可以长到3公尺，但它没有办法成一棵树因为这个芥菜呢它的生长期大概就是1年左右，但是长到3公尺呢连鸟都可以来本来停在它的这个上面本来芥菜种是小小的，是被鸟啄来吃的但是它生长之后呢，连鸟都要借着它来休息。而20节呢，耶稣又讲，我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上帝国亲像架母，有一个妇人摕去蓝地3斗米粉做伙敲，最后规个拢发起来。天国呢，又像是面酵，这个面酵的酵母，妇女呢把它放在40公升的面团里面呢，40公升很大，一点点的面酵所以可以让40公升的一团的面粉3斗面呢都可以发起来就可以给很多的人，上百的人来吃所以那个酵粉虽然很微小甚至有时候是肉眼不容易看见，所以在这里讲的都是讲天国像什么，神的国像什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讲的天国呢是一种扩张性就是从一个芥菜种长成一棵树，然后从一个酵母粉让整个面团面粉都可以发旺起来。而也讲到这个天国的非肉眼可见这天国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看不出来很细小，肉眼不易见像芥菜种，像是这个酵母粉，但是当它发旺起来，当它生长起来这个我们都要栖息在这上面。天国呢又看起来像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种扩张的力量，它不是从外面建造起来，那是由内而外，这都是耶稣所比喻的天国。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的比喻当中也有提到这个。而再来22节，耶稣经过城市甲庄脚去耶路撒冷，沿路教示人，有人问伊讲，主啊，为得救的人真少是无？耶稣甲因讲，着进纳对为的门入去。我甲恁讲，有真侪人想要入去，也袂当入。主人起来关门了后，恁才徛伫门外拍门讲：先生，请甲阮开门。伊会应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迄时恁会讲：阮捌甲你做伙啉食，你嘛捌伫阮的街路教示。毋过伊会讲：我甲恁讲，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恁遮的做歹人拢离开我。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所有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家己却受赶出去外面。迄时恁会伫遐啼哭，家牙切起。人会对东西南北来，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安尼上落尾会做第一个，会做上落尾。那这段经文
有人来告诉耶稣说，是不是这样得救的人很少呢？因为这个天国的道理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懂。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认真的思考。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努力的从窄门进去，因为呢，有许多人想进去，却进不去啊。所以这个天国是个窄门，在马太福音第7章登山宝训里面，也说你们要努力，天国是要努力的，这个努力是要猛烈的进入的。很多人想要进天国，却进不去。等到那家的主人起来关门，就是天国的门要关了，你们才站在门外敲门，就好像这个创世纪挪亚方舟的门。在盖的时候大家都嘲笑，等到关门然后雨下雨的时候才敲门的时候呢，那他们要回答，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而你们就回答，那些进不去的人就回答说，我们曾经跟你一起吃喝，你也在我们大街上教导过我们。就是讲现在这个时刻，耶稣就是在跟这些罪人一起吃喝，耶稣也是在各个大街乡镇来教导他们。但是耶稣说，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这些跟耶稣一起吃喝，听过耶稣讲道就能得救。而可是他要说，就是这个主人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就是不晓得，就是不知道，不认识。这个不认识的关系呢，就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义的关系当中，所以变成不晓得不认识。只有跟耶稣吃过饭，只有跟耶稣吃吃喝喝，只有听过耶稣讲道，只有读过耶稣的故事，只有上过教会，只有做过礼拜，这不能得救。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吧！和本说不义的人就是可见只有跟耶稣吃喝，只有听耶稣讲道，不能够让他们身上的不义变为义。那怎样才能够变为义呢？就是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28节，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知们都在上帝的国度里，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义人，进入上帝的国度，而你们却被驱逐在外面的时候，就要哀哭、咬牙切齿。所以这些神就算亚伯兰为义，神就看以撒为义，看雅各为义。他们的为义呢，是他们相信神，对神的信心。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会看见亚伯拉罕，会看见以撒，会看见雅各，不需要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而是他们跟神有因信称义的关系，成为义人，他们就能够在神的国度乐园当中。29节，从东西南北各地都有人要来参加上帝国的宴席，就好像要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些居后的将要在先，在先的将要居后上路尾最第一的最上路尾，在后的成为在前，将要在前，在前将要在后。所以在这里呢，可能我们在看见那个财主要进天国是何等的难，还有看见呢，就是这些在先的，就是指这些信仰神的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上千年前，在耶稣那个时代，上千年前，他们就已经2000年前的亚伯拉罕就已经跟神建立关系，2000年后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却依然没有跟耶稣建立对的关系，而那些在后就是这些外邦人。我们再接下去读路加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会看到这么多的外邦人，他们都是在后的，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跟神有过关系，可是他们却成为在前成为在教会时代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这些上帝国度当中贵重的器皿。最后31节，拄迄个时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我来甲耶稣讲，你就离开这去别地所在，因为希律想要抬你。耶稣甲因讲，你去甲迄只狐狸讲，你看今仔日明仔载我赶过伊边，第3日完成我的工作。虽然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一定着继续行我的路，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互人抬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抬死先知，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来你遮的使者。我偌侪遍爱要自疾你的囝儿，亲像家母自疾家仔囝，甲因压伫是故的，恁拢无爱。恁看恁的厝为荒废，我甲恁讲，对打以后，恁绝对看袂到我。直到恁讲，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
好，那最后这一段呢，是耶稣他的预告和预言。当他知道他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受难的路的时候呢，有法利赛人来给耶稣打小报告，说赶快离开这，因为希律王要杀你。我们这样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哇，他们对耶稣很关心、很好心，但是有可能这是一种恐吓，你不要再留在这边，假借希律的圣旨，然后来驱赶耶稣，都有可能。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对照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那边比较短。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告诉那狐狸，这个狐狸好像就惹怒了这个希律王，说他是狐狸。狐狸呢，大概都是狡猾的意思，就是狐狸它的动作精巧，那它能够挣脱陷阱，而且它能够辨认出陷阱，不容易抓。所以这是狐狸给人家的形象。但是狐狸呢，有一个意思就是无关紧要，无关紧要。所以有可能是你去告诉那个狡猾的希律王，或是回去告诉那个没有不重要的希律王。所以两个意思都有可能。但是狡猾呢，这个也可以从希律的这个大希律他想要来杀死这些在耶路撒冷犹太出生的男婴呢，也可能看出他的心但是耶稣说：你瞧，今天明天我要赶鬼治病，第3天我要完成我的工作，就是指后天。但是这里特别用第3天来预告呢，他的事，我完成我的工作。和本说我的事就成了。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目标就达成了。所以第3天耶稣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从死里复活。那所以今天明天他在医病赶鬼，但是呢他真正看重的目标是在第3天胜过死亡的那一天。虽然这样33节，今天明天后天就是第3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杀是不对的。所以耶稣知道他是要在耶路撒冷被杀，他不能在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是比利亚，是这个比利亚。耶稣在比利亚的传道，因为那时候希律呢，他也管了比利亚这个地方，所以他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被杀，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就为耶路撒冷来哀哭在34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就是不是指这个城，是指这里的人。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主耶稣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耶稣多么想要耶路撒冷的人也能够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悔改，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可是呢，你们却不愿意。所以耶稣给他们3年，又给他们1年的时间呢，但是他们还是白占地图呢，最后时间到，就是得把它挖出来砍了，丢在火堆里面来烧。瞧吧，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来的那一位。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应当称颂。让我们想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在喊何撒那何撒那。这是在诗篇的118篇的26节。那也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可能这段时间呢，耶稣不再跟他们有交集，但是呢，耶稣讲出他们的这个盲点和他们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他用这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讲天国的扩张，还有天国的状态，以及呢人要努力的进天国，而要把握时机，不进天国就让那些在后的将成为在前，而这些在前的人，犹太人，甚至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神多么愿意他们悔改，他们多少想要像母鸡一样保护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最后只能够交在谁的手中呢？交在撒旦的手中，除非他们能够真的说出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真能够接纳主所差的那一位基督，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认识他就是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才会真的从心里面来称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天国的扩张，从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直到今日，神的国不断的向外来宣扬显明，但是得救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很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求你让我们能够和神建立正确义的关系，并且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在神的国度当中，因为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但那在后的将要在前让我们能够啊啊早早的悔改，也能够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家中的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荣归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愿神祝福大家平安。